位客官想吃点什么瓜？来个糖醋鱼。没有。那红烧肉也没有。烧排骨没有。回锅肉没有。番茄炒蛋没有。火爆腰花鱼香肉丝麻婆豆腐东坡肘子，今天总该有一个吧？都没有啊！瓜，我去，那还开什么店呢？少主，客官还挺挑食。你再说一遍！这爷，看来只能推荐魔教主题的最新菜品——烤乳鸽。啊！麻烦我要一份。这菜就不点了吧？各位客官，久等了。这道美味佳肴，请慢慢享用。这厨子好油。全都在这里，都给我去上工！哇，爷爷，猫咪吃人了！那就有位订车来接他们去上工。每天早起夜里3盘倒，吃喝拉撒全在工位上啊！啊，比我们这些接外包的还要惨呢。看来打倒靠北山庄刻不容缓。靠北山庄的末日到了！